我平常载你回家，你不感动吗？好啦，就讲到一个，就是我前几天其实我妈买了一块腰内肉回来，然后我不知道怎么料理，我那时候就传讯息给丰毅，问他猪排要怎么煎，他就真的把那个秘方一五一十的告诉我，非常好用，非常好吃，中间要65度。我平常载你回家，你不感动吗？那时候我就传讯息给丰毅。我们今天要唱的是《Marry Me》这首歌，写这首歌就是写给他女朋友的。那是我们第一次表演，然后我就跟他们说，我想要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求婚，希望他们可以帮我一起就在台上完成这件事，谢谢他们的信任，然后让这个求婚可以顺利。其实我上一次录乐团季的时候，因为我车祸，然后所以我没来，然后结果团员他们凹到了一个我的人形看板，就觉得还蛮感动的。浩宇最近很常出事，所以他就在自己身上花了一个大钱，购入了一个非常好用的新产品，叫做辉夜的按摩椅。真的，这是真的。对，如果你是小坪数的话，非常推荐辉夜的，就是按摩垫还有脚底按摩机。